来看立法院昨三读通过国会一款法案，民进党团是表示会来申请释宪，行政院冒请立法院予以救济手段。行政院长倒英泰是指出讲，有真侪条文有侵害人权、违反权利分立、甲法律明确性原则的宪法争议，呼吁朝野应该爱重新来审视这个法案，透过民主的对话来捍卫宪政的程序。立法院28三读通过国会这款法案。三读修正甲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，立法院调查权甲听证权，表示国会做强化人事同意权入法。有野立委批评讲，相关条文无周知，表示国会发还无写新台票，单位干那几箍。根据目前法规，会以新台票3倍来计算，也就是相当会当还60万。当然啦，有写新台币是比较好，但没有写的话，就看一下其他行政裁罚的法规，不会。不过，公民团体批评讲，听诉无正义，而且实质违宪。行政院长倒英泰半暝嘛发文回应讲，这个真侪条文的内容有侵害人民权益、违反权力分立，也有法律明确性原则等等宪法的争议。行政院会建议提出复议。以宪法征收条文规定，行政院对立法院决议的法律案、预算案、条约案，若认为有困难无法度执行，要经过总统核准，在决议案送去行政院10天内，而且立法院复议。那总统要怎么作为？他是有国家的高度，他是一个宪法的守护神，乃至于行政院提呼吁，我们当然尊重，但是我们党团绝对提出实践，这是毫无意义的。郭建明表示，释宪爱等总统公告了后才会当提出，这是必然的程序，嘛尊重行政院提出复议。中泰他要提复议，或者是民进党要提释宪，那也都是他们的权利。那我们呢？是按照我们的权利完成了3读的法案。不便现在就这个马上这个表示意见，那有问题我们内部会精准的去研究如何处理。精准比较重要。监察院表示，立法院通过国会这款法案三读部分条文，无符合宪法甲大法官几啊届解说说明的范围，听书嘛无完备，已经涉及违反权力分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